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俗语教室，我是 Lisa。过过2天啊，旧历正月初9就是玉皇大帝的生日啦，所以咱这摆要来介绍一句甲玉皇大帝的生日有关的俗语。天公生咧迎妈祖，天公就是玉皇大帝，天公生就是玉皇大帝的生日。玉皇大帝是所有神内底上大的神。每当旧历的正月初9，就是玉皇大帝生日的时阵，这个信徒拢会去天公庙拜拜，嘛有信徒会家己伫厝里来拜天公。玉帝的生日是旧历的正月初9，妈祖的生日是旧历的3月。伫正月初9玉帝生日的时阵，来甲妈祖扛出来庆祝，安尼是毋是倒位怪怪？所以这句俗语"天公生咧迎妈祖"就是咧形容人伫无正确的时间做无适当的代志。今仔日风透干呢？对啊，新闻讲风台要来啊！哟，安尼我毋着爱来穿雨伞？哈？你穿雨伞是要去佗？爬山啊！我参朋友拢约好啊，等一下就要出门啊！你风台天要甲我去爬山？你真正是天公生咧迎妈祖，做代志拢无咧看时间，看场合的。好啦好啦，我取消就是啊嘛，莫阁念啊啦。好，安尼大家拢知影天公生咧迎妈祖是啥物意思，要安怎用啊吼？希望大家以后拢会当伫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代志哦。我是 Lisa， 今日的影片就到这了。喜欢影片的话，另外即摆市长该分享出去，要电话观众朋友，我咪就写电话咧，快快先动安尼，就收上下面通知哦。另外，买这 Lisa 的会员这都已经开始了，欢迎大家加入来甲我支持一下哦。另外，Lisa 嘛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 follow 起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咱后一个节目再会。